做一个代表欢迎咱来参与这个邀请多谢嘿嘿，有。真感谢就是第一届的周期会伫台北，季牧师来参加，这个肖老师来参加，这个吴李燕大师来参加啦所以即马这咱老小姐咱先介绍这老小姐咱的秘书啦伊是我中山医学大学的台语的学生来所以才来斗甲主真感谢伊有甲咱准备真济啦那你要补充的较简单，因为咱时间无差有即摆自我介绍大家互相熟悉一下咧这主要石牧师拄好开刀啦即摆迄是面后我后日去来看万丹教会即个目前大师要讲几句你看其实我本身我是有教这个天主教的教育。迄个真久我这出世就受洗，阮老爸囡仔，阮老爸1888年啦。但是我本身无受过这个圣经的专业训练，我是敢若徛伫一个咱的这基督徒的身份安尼尔。但我知影毋过呢，长久以来拢有咧注意这个台语的迄个圣经的学托，所以我大概是1993年含李英昌伫迄个中山路教会有开一个台语读经正音班。迄个先是拢我拢爱共纠正啦，人总建议讲你规期你开一班，开一班呢，才发现讲哇，迄个圣经内底的翻译实在是差有够远。咱无开的是敢若看得过啊，毋则是开迄个班了，专门来读迄个经了，才发现讲差有够远。所以伫这个咱的领导讲要来创这个工作我就会使讲举双手赞成，因为我已经早有发觉讲差有够远。甲咱台语来讲，差有够远安尼总是迄个时阵是初步发觉，但是嘛无进一步去甲真正去甲了解安尼一直落来，对这项工作，就是我拄则讲安尼，我真赞成这样因为伫教会内部受束缚真济啦，受束缚真济，有一寡人到底原因出伫倒，我嘛无啥知啦因为特别是这个天主教方面啦。啥物个拢爱主教准，主教家己本身也无啥捌讲实个伊袂当全逐项捌嘛。我只要记录这方面伊台语也无啥捌咧，你逐项要记准个啥，所以迄个想说法真济了，无形中咧，使我可能讲无啥爱插这个代志就了所以今仔有这个机会会当来插这个代志，当然我足欢喜的，所以我就赶紧，像较多咧无用嘛，赶紧来拼来参加这个会安尼所以望大家以后多多指教，多谢大家。你台南嘛对以后，你听我季牧师是你看这个，来季牧师来讲讲。我是叫季福仔，1982是来医教册，后来伫美国，即马转来伫台湾的经营番茄，定去做即个工作的工课。目前是伫香港的中文大学，我是感觉讲这是真要紧的工课。过去咱有足侪做即种台文的圣经总是拢是家己看做伙安尼无甲分开看，差不多无人咧看白话字，咧看汉字呢安尼这愈未甲看做伙时，一方面对人足有帮助，就是讲。一般甚至即马足侪种华语的教会伊若要学台语，嘛会当通过一本圣经来学台语安尼。所以我想这是对教会伫语言上的合作伙迄是足大的帮助，毋是干那为着咱遮的古老俗古，还是要读台文的人安尼我想对遐想要学台文的人遐的华语，还是讲要认同台湾即种语言文化的人，我想这本嘛是足要紧的。圣经，我记到30年前，含当博士伫台湾城咧教台语的时阵，迄时阵就感觉讲教会若无推动台语就教会差不多有足侪青年就走了安尼。所以咱当看见30年后，可能就是安尼。以前伫和平教会、台北和平教会因的青年差不多有150个，即马差不多剩2、5个安尼。所以咱会当看见，迄就是因为读因的圣经，读华文的圣经，讲华语，用华语咧想，所以这自然
你要强迫伊讲啊，你无你读台语圣经吼，实在是较袂过心安尼。啊，所以即本来当甲看做伙，我想迄是伊会当有台语，嘛会当有中文。我想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一种想法安尼。好，谢谢。后来夏牧师，嘿，我要，你讲给歹势，所以请你跟你讲。就我介绍啦，大家熟悉吼，啊以后要传递到传到我后面一直做片。在网络公开，哦，我去电报 copy 来 copy left， 我大家去。我在老乡下先注意一点，大家开玩笑。中华语甲大家熟悉啦吼。我住伫台南，但是我是中华出身的。大声。中华大声，啊，这我隔壁做。这中华这田中的山中的呢。啊，这二林的啦，我大声的。我摸山中的呢。山中啊，中华。我中华帮山中的。啊，英弟老师嘛是。我参加。中华帮的，我看。中华帮。这票数。中华是台湾台语文下馆的中心啦。对吧？种是性格拢是啊。安尼票数拢过半。啊，今日真欢喜吼，今日真欢喜会当甲咱大家做，因为我对林长老足尊敬，伊安尼专心投入这个台语，啊，用这个信望来赞吼，足感动。所以伊一个开厝，伊开厝我就讲好安尼啊，我无第二句安尼吼，足欢喜安尼吼。啊，我本身伫中原中学服侍2、5冬。啊，顶年拄伫遐算伫遐退休啦，伫遐退休啊。伫中中吼，咱知影南部的学校，即个囡仔因下课拢会讲台语的。啊，伫北部吼，拢叫人统去啦。哦，啊，即个囡仔，所以我迄阵2、5年前来到中原中学，我惨啊，我袂晓祈祷，我袂晓用华语祈祷。哦，所以我就规气讲用台语甲因上课。哎呀，先讲我上我你讲上个足亲切啊，吼，我讲台语上个足亲切安尼，所以我一直拢走大部分啦，因为啊，要是有一部分的学生伊听无啥有啦，啊，总是我都要早做讲吼，啊，有当时也会甲伊介绍这个吼，咱的电脑的这个物件吼，啊，感觉讲真正需要推广啦，吼，以上多谢。我姓萧平治，啊我的名，阮庄里人，阮老爸老母，啊，阮阿爷拢叫我垃圾，啊，所以我叫介意我迄个垃圾的，啊，所以后摆你若等着我叫我垃圾，啊，垃圾为倒来，应该是为自己来，本来是垃圾，本来是垃圾吼，啊，但是阮老爸阿兄无读册啦，哦，啊，鱼垃圾后壁建2字就叫做垃圾音，垃圾是本来啦，对啦，啊，垃圾啊，啊，讲垃圾音，啊，这垃圾若讲。伫厝咧叫啊，有当时也规个字的，字的含垃嘛，怎啊无？啊，所以我足尊重阮老爸、老母、阮阿兄无教叫啊，阮庄的人嘛咁安尼对吧？人拢叫我垃圾啊，我本身迄个田中的天主教堂吼，啊，吴大宝起居的所在，伊讲人住伫迄个所在，是阮隔壁。以前阮兜拢住伫啊，即摆吼，阮迄路中迄个大门了吼，迄个周围拢阮的啦。爸爸后壁即边迄个土地啊，阮伫遐种的吼，啊拢卖掉，卖到不半死。但是虽然讲教堂起伫阮遐吼，啊，阮并无教。我是传统的吼，举香安尼啦，举香。啊，我甲原本甲阵来，我举香是拜祖先。普通人入去庙里吼，我即要足罕拜。我对神我照常真尊敬，但系讲爱做正门入去，啊倒门出来，入去到内底我一定无法笑起来。入去咱的教堂我嘛同款吼，啊我袂晓做祈祷，但是若你做祈祷的时，我会点听。哦，迄个仪式我较袂晓就对啦，因为我无受洗吼，啊即摆上遮老啊吼，嘛无想讲要改就对啦，嘿啦，啊因为我咧学习的中间，我是较对佛经的部分吼，我对迄个切入吼。我较有心得啊！啊，即个教会内底迄种圣经哦，我少年时阵我捌读袂入去，可能就林长老伊就是可能了解这点，因为内底所用的语言，拢是教会人咧用的语言较济，有的所在我足清楚的。
厦门人伫个，用读青书的，啊，所以吼，读不偌久，我文就是讲真深入去读。啊，我学白话字吼，拄则林中路讲我是遮学，毋是其实毋是啦。我学白话字是国企无意中的学的，因为将我关伫就青校做管长的时阵吼，才开始有咧办一寡乡土的研习。啊，你乡土研习的中间有一礼拜，即阵上班5工半嘛，吼办咧5工半研习嘛，有聘请迄个中原大学一个叫陈英宝教授吼，迄是汉华先人，读迄个录音补感迄个哦，用15音辅音的起身的就对，啊，伊去教4节课吼，内底头前2节是教伊用波波摸迄种注音方式，啊后壁2节是弹伊的古琴吼，吟唱安尼就对。我伫迄个时阵，迄阵我1个无啦，才知讲，啊，我讲遮久的台语，真是有人咧研究，有台语也有咧研究，真怪呢。我台语有标音哦，啊波波摸安尼，足通的哦。我就开始趣味，啊，就共去写一个歌啊吼，啊，就波波摸，我开始就3字经起来，就甲注音嘛，就甲注音嘛，我注咧遐吼，啊，写几本，搁后回去尔，当个姚嘉文，哦，迄阵姚嘉文咧做一位的时阵，我看读，我知讲伊是基督教徒嘛吼，我看读互伊，伊甲看讲，啊，用白话字就好啊，啊，无进一步甲解说啦，啊，第二字就好，我毋捌啥物叫做白话字。伊就即个甲讲一下，我就等于讲嘛是照常过啊一个做就对啦。做到有一天，第2年的款了，过2年啦，嘛是搁办一个件事，啊，就有聘请第2位教授来讲话一讲，啊，讲这个罗马字的部分，我就这比波波记足通的呢，哦，比波波记足通的呢，哎，到尾讲讲。明仔载礼拜6吼，啊，恁今日吼拜五，用恁转去吼，恁用我讲的即个步数吼，你也按字写，啊，内边遐你用罗马字哦，啊写毋对无啥要紧啦吼，写一篇文章。我转去面我就开始我写一篇文章，写了，啊，我用个豆芽笔哦，就写一豆芽笔。迄阵无即种豆芽笔嘛，operator 吼，OK，啊，第2位看讲，啊，你念互大家听。无去我迄篇念落吼，哦，噗啊声足大声啦！啊，搁咧第教授话甲学了讲，哦，写一篇够赞，迄篇就是啥？阿爸的6角分数，我第1篇，啊，就安尼落了后，到尾伫台湾通讯，我迄阵嘛也毋知影，做台湾通讯，陈浩东老师讲，啊，你这篇文章袂歹，我甲你寄去台湾通讯，后就寄去台湾的通讯，哦，第25篇刊出来，哦，有生以来头变讲。我会晓写文章，互刊10几年。做老师做30-40年，毋捌写一篇文章，互刊报纸哩啦。哦，足欢喜的啦。啊，等下就开始就变乱写了。啊，则写，我就写中间吼，就是写，了后家己一个读，一个抄，一遍2遍。写了内底该甲回啥，经过抄，定抄，才搁家己念。念我家己感觉，哦，这篇文章我写起来，我真满意啊！念我太太听。啊，太太伊就听讲，但是即句话无人安尼讲啦，吼啊无安怎讲，吼啊就讲爱处理，我就改了后，感觉有袂歹，厝边隔壁查人来，啊念互伊听，啊伊就无他掠包的时阵，我到尾我就迄整篇文章，我就开始投稿啊，结果是哦，可能时间无够吼，伊个人哦足好个哦，你看这。哦好，哎，我暂时就将讲到遮啦吼。明天你会当知影这个故事。对，好，真正真好。足辛苦啦，指导这新药拢开指导起来。那个，我讲这个巴木斯的圣经翻译吼，我50几年前，迄阵有计划讲。我若要写论文的时，要写巴木斯翻译台湾话圣经的时，拄啊新的希腊语的圣经的版本出来，啊伊就看到迄个将过去迄个罗马字伫
文所翻译的，就该照新的希腊语的迄个草本来编出来的希腊语的迄个圣经，根据迄来翻译。做是我甲比较的时阵，除去迄个原点的问题以外，实在是甲152约翰福音因下门的圣经差不多无啥变。所以我感觉讲台湾话的圣经，伊写讲下门的圣经，咱今仔日讲台湾的圣经，实在毋是台湾话啦，所以讲迄落伊着落。伫几年前讲，咱也甲改做台湾话，内底若翻译了感觉怪怪吼，咱来甲修改，关于希腊语的问题，咱拢做伙用。总是在做的时阵我感觉即个先入感，以前用了惯势的，即要改是足困难。即上大的问题，较伫仔才讲，就是我个人感觉上困难的，就是因为咱拢信安，拢惯势牧师拢安尼讲，我有一个会友，坐中落甲我讲，迄落一个查甫囡仔去甲一个女子相亲，看了足爱，要甲带来做某，安尼感觉刣5句28节到冲突，讲看起妇女来动气灵念。圣经敢真正讲安尼，逐个拢讲安尼连迄个卡达总统也讲安尼讲看起妇女动气灵念我去研究了后讲，耶稣无安尼讲，我说即段要改的时阵，我就是讲毋是安尼的时阵，有的人就绝对无法度接受。所以咱圣经的翻译毋嘛着干那语言的问题，就是迄个神学的问题、文化的问题，迄个原文的问题，足侪问题。所以即边咱要讲要改即个时阵，即摆是呾做初步，也毋敢彻底做。敢若讲台湾话，迄个古典毋是台湾话，甲改做台湾话。所以我感觉即个还阁真头前的路还真长啦。所以咱要整一个协会，即摆开始要行。头前的即摆要做即个工作是头前的要做。好，多谢。周老师讲的来很快啦，伊厝强遮尔。带上去的请昨天李老师嘛讲要来伊就是即马做者先去推广这个。蔡明义牧师拄则有敲着有过来，讲迄个落雨，我说我大家会较慢一些啦要紧的。这李胜阳律师，大家拢知嘛，新冠律师啦伊本来讲。也就讲是脏啦，年纪大大家都知拢会想着坐水讲今仔日今仔日有代志煞袂当来。我想伊这样对啊，伊真诶，肖牧师大家都知啦肖建文牧师诶，就是迄个，伊讲伊做牧师做一世人你拢用这下晡的圣经大家足艰苦啦因为退休了后，要来做这个。甲下晡的改做台语啦，我已经节目已经一直在做啦所以两个一拍即合伊就锻炼做事我定我会去波士顿赛车去了咱两个前天斗阵去讲，甲过牧师是拢通过即个email啦有一家去伊个租厝带进来迄个嘛，我甲讲者讲人名地名，咱即个时阵改我一下咱后壁有一个人名地名，咱拢照华语来嘛明明是耶稣话较足好咧，咱讲或者耶稣咧，所以才改做耶稣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总会迄个总干事有认同啦，讲这是对，我应该行的路，但是就是开始爱看一寡人反对的声也是写的我紧OK，过去即摆大影上长路就是讲，咱今仔的即个协会开始要来顶当是讲伊个。讲所以我写两写催生者，本来要甲写讲业务理事对伊讲，但听了袂了
伊本来阮伫波士顿教会23年久啊吼，到近礼拜三中午是食饭，我定讲我代志，伊就讲伊足欢喜认捌我啦吼，啊所以当互伊有这个需求法咯，有伊个需求法，所以网站即摆世界台湾教会史上大个网站啊，哦，YOUNGLINE.COM 啦吼，你若有机会去你看诶，啊我是感觉讲。我有今仔伊甲我当做我的囝看吼，伊啊甲指导逐项拢安写的吼。啊，但是针对讲要做小牧师，开始讲要做这个时，我就甲讲啊，讲即摆开始要来做这个。伊讲你也毋是牧师，要甲人做啥物圣经啦吼？好，我咧足求其安尼啦吼。啊，无要紧啦，我就感觉着文啦吼，啊甲解说。啊，我就甲讲，我伫做的中间，我有即个小前文牧师。过迄个牧师 email 遮，啊，甲路伊是牧师，伊嘛拢有甲指导嘛吼。啊，遮伊看过来了，讲哎呦有影，咱的圣经就爱来解，所以一个就开始引发有咧足深的啦吼。啊，像这专门台语圣经这个名嘛是好的啦，吼。啊，伊这个较主要就是咱周边要做这个协会了，我讲台湾嘛无一个人来负责，我人拢伫美国，无法度啦吼。啊，落去是我这个老小姐中山医啊，甲台语的第一届毕业的客语组的啦吼，伊台语会晓，客语个会晓吼。啊，所以讲我拜托伊两个硕士学位啦吼，拜托伊来搭把手好，啊，伊一下甲答应啦吼。啊，答应了咱来付薪水啊，这薪水到即摆拢是大影响，即摆摕出来对啦。哦，大家知影者哦。啊，过来迄个林秀瑶牧师，伊即阵转来嘛有迄个后面啦吼。所以顶讲，互即个咱这协会要成立，会当真顺时真简。制度，叫感兴，刚开始是国民校的当初。哇！我本身无行学生路线，我是做生意，迄袂好用卖，就是大概差不多7、8年前的时，这个那是伫社区大学开一科做台语文的功课，我就去甲上一个去，慢慢就对台语有趣味。自这我对这个台语的一寡俗语，我嘛是有趣味。伊就是拢继续吼，不过拢会摕一寡台语的资料吼，就是甲我鼓励啦。像即落伊嘛鼓励讲我来参加，伊推荐讲这个会真好，我就讲当初我咧推荐你最好个，来，带你来参加，我本身厝内面嘛是家乡的，但是我大查囝吼是嫁石牌吼，对方是长老教会。哇！就我这个宗教这方面吼，我拢感觉真开放，我拢感觉真好啦。宗教拢是感觉。大部分拢较人好个啦，你像讲过去即个台湾吼，袂，咱就讲进前经济较歹、较早期吼，嘛是拢即个教会咧做一寡迄个做社会服务做足济，我就感觉讲真好，这教会吼，这对咱这做中下基层的人吼，帮助足大。你是讲遇到病啦，什么介意啦，真济。我感觉讲有台语的，今仔日过来参加这有这本这个新约圣经。有时我有了是，即摆伫各老师内因在做志工啦，义工。我现在是在推广白话字台语的母语，所以是人伊有件东西吼。客话啦，台语啦，即摆台湾哦，有一个学生讲有做台湾的字典，即摆要甲那个老弟咯，上上当学长，这台语是无来的。所以我是真欢喜，我是无报名，就是我真欢喜做这个代志。所以今仔日才报名就是我是做这个。下面的工作啦，所以我推广哦，我做两项代志，即摆就是对会晓讲台话的人哦，要安怎推广这罗马字啦，个汉字要怎读台语、母语，这汉字拢会当读，母语拢会使。
做客话人吼，就客语，台湾就台湾就对，台湾就台湾就。所以总是要熟悉这个代志哦，学生哦还袂真熟，还袂真一人去用啊。所以我这新人学生哦，大家都会晓用，去教会才会通翻译啦。总是伫遮个人要做，我做一两年了，是无啥。我伫教会，伫倒摆教会是世间哦，总是我头起是对老人做啦，后来即马对自己咧做，做起来囡仔哦，2岁、3岁、4岁拢有啦，6月、7岁，有即青年哦，总是连父母拢会对来，所以这样做了哦，对一方面真好。所以若对家庭入去哦，我是咱保护提供这是上个，所以我是对这两方面哦，对新人教会，对教会自己哦。台南新阿义的网站农业部的读新啊博士嘛吼。好啦，我介熟悉，赖永祥长老特别指定，这个少年的牧师你一定要请伊来啦吼。OK， 你哋各位来请你，请我自我介绍，大家熟悉一下。大家平安我就蔡明伟我即摆伫遮斗三工信用啦吼实在是我语言实在是门外汉啦吼，所以伫遮来甲大家做伙学习安尼看有啥物会当斗三工的，我真欢喜来。好，谢谢，多谢。咱台语圣经，咱知嘛，一日开始就是标的是圣经嘛吼。迄印加强的无看无爱，还佫咧印啦吼。佫来有新约，就是讲迄个基督教甲天主教合起来，为伫迄个出版社还未出来，就叫国民党牧师啦吼。到即马新诗伫倒位拢还毋知啊。即本我有将伊，因为阮迄个波士顿教会有一个安庆王牧师的遐甲政府丢落吼。伊听着讲圣经用无手里标的字，就开始学标的字，感觉足重要吼。了后伊就是讲拢无啥好拍，就是拍圣经，拍6年半，再将新旧约的标的字拢拍出电子档来。当我摕到了后，我会晓处理。我是迄个2000年哈佛大学开台语课，李金华教授去教，我才开始学标的字啦吼。感觉足好，都学一寡只电脑的，能特别怎去改伊的调号吼。我就圣经讲话，讲你着紧唱吼。因为我足见识，我去到台湾都我是也会想，我拢讲我是长老教的，人拢讲嘛无效，第2个分拢无效。人世界语言拢有受帮，是安怎台语的圣经无受帮？事实啦，到即摆未受帮啊。吼，所以讲即个要做的这过程，就是讲我一开始迄个，譬如是圣经就拢有开始读字啊，就甲创个上网嘛吼，新约我即摆就是迄标字，我拢会甲翻做汉字、汉字罗马字嘛。因为咱受汉字教育的吼，尽量安尼大家较容易读啦嘿。过来即本写的就是台语汉字版吼，我敢是来足勇敢的吼。明明是阿摩的Roman Bible， 甲讲变做汉字了，变做台语啊！你足拗玩的嘛，讲咱足拗玩的啦吼。但是就是讲大人用的嘛，发觉讲汉字嘛读无，对，就是汉字读无嘛，这是事实的嘛。我有将迄个改做汉字。当时张立如牧师出这个新约，我甲汉罗又出版，这个第2本迄本新约，咱的公报社有出版吼，就是汉罗。我这个旧约伊知影我有叫爱互伊，我讲一个条件，你一定要甲改做台湾话，我才要互伊，伊甲印好。了后无改就准备要出来，下摆人摆好啊，加在以前你直无出啦吼。所以咱即马就是讲，这线路的工作要安怎来甲？我的目标就是讲。我第一代基督徒，上年教会33岁受洗礼，你读圣经词汇啥，看到读袂好势啊！你用华语读台语，我们毋知要读咱啊读反啊。然后来看读反了，是个我才对吼。这个问题我是不加困扰。我会晓标字了后，迄个因我伫这内底，我发现讲，上帝互我有这个文字的电脑方面、网络方面会当处理。所以我就下精神去做这个工作吼，伫网络面顶拢有啦吼。过来上正面就是现代台语译本啦。即马伫迄个三甲，遮哩看一个啦吼。也是事源就是讲，伊以前一直留落来的即个迄个泉州音、泉州腔，伊毋放弃啊。
啊，其实只伫台湾泉州腔，足少人讲啊，尤其台北人，白讲台语啊，啊，拢中南部啊嘛，拢泉州腔啊，所以我这一个出来是大家人拢举手赞成的，因为大家拢中南部人嘛。啊，陆毅牧师，我甲伊足好个嘛吼，伊就讲，你若足奇怪啦，伊咧反正小组伊含洪世强牧师，毋是正经，村里拢是啊，村里遐牧师拢是。伊讲因太无想着讲到翻译一本台湾人较侪人读的会腔口的圣经啊，哦啊，所以伊知我咧创这个时，嘛佫只有甲支持甲指导啦，嘿，啊，所以因即摆继续利用，啊，所以这是圣经公会体制内的，哦，啊，咱这咧做就是讲因无做的，但希望咱来甲补偿，啊，做对咱这个较有帮助啦，吼，啊，所以起初开始计划顶年转来就准备要印啦，吼，咱有印新约白话字版，就是规个拢白话字的啦，吼。哦，啊，过来要印这个汉罗版、汉字、罗马字的啦吼，啊，搁一个就是汉罗鲁语，就是即摆咱手头一个先谱，哦，希望咱得入请读者吼，啊，有啥物意见拜托提供吼，啊，会当来改进。这汉罗鲁语版是全世界啦吼，因为咱台湾用台语啦吼，会使讲咱即本开始汉字面顶挂罗马字的啦吼，啊，这我研究一年吼，啊，Word 技术一直进步，互我研究一年才给我研究出来吼。啊，即马就是讲，我毋是一字字拍面顶迄个，我规个留落尔，我去困，天光早起来拢甲我转好势啊。这电脑功能足强，足感谢信望爱因这个电脑这，我明仔载要过甲开下晡，要过并肩作战哦。啊，咱这新的咱这个网站，要怎来建立哦？这个对。啊，这样就是讲，过来就肖成文牧师，伊一直去找，伊讲美国迄当时一年前有出一个 Holy Bible， 就是讲 Common English Bible。那 Common Taiwanese Bible 就是啥来？咱甲英语是叫做台湾历史啦吼。啊，这样就是讲，肖成文牧师讲，咱以后要行，就要行这个路线。哦，这是嘛毋是圣经公会体制来出版来顶落，完全就是一个人感觉讲语言有伫进步，咱的圣经嘛会对进步。哦，所以人子是 Son of Man 嘛吼，你知影啥解释？伊无叫人子啊，伊叫 Human One。真做人的一个啦，一个人啦，吼，因为蔡牧师你有感觉到？这就是讲语言上因去看原文实在意思，就是安尼。啊，过来有一个比这佫较难一煞，佫一个某的什么佫出来。伊耶稣基督，伊无叫耶稣基督呢。伊讲伊基督是甲原文翻译做希腊文的啊，伊本来毋是安尼啊，伊原来的意思，所以伊才叫做Jesus Anointed。受我意的，伊无佫叫耶稣基督啊！这语言的进步，台语共款，所以咱就是讲希望会当行这条路线，就是讲甲社会、甲语言的进步，莫脱节，会当来配合起来。吼。因有因的偏见，啊，你甲讲因所信的，因过去的偏见，因过去这用的圣经无甲人妥当。因真袂爽啦，啊，所以因拢甲伊删掉啦。啊，若个人的原理的时阵，免经过心脏，包括罗马字，咱的罗马字圣经，伫新约内面，你迄句好拢读去，你毋知有看？中文拢写好啊吼，讲我好文就好啊。到伫新约大概咧，因为伊毋免是经过人家心脏，所以好拢甲改做尊重。啊，所以新约。台湾话迄个罗马字圣经无效的，啊，我讲遮，大家拢惊着，所以我讲，若个人的原理，毋免互教会心知的原理，较会当忠实的原理。我这我真正讲起所以我拢真努力真个啦吼。OK， 啊，这顶年蔡仁义牧师，阮到底去台湾，啊，这最后小天文牧师吼，
人换的经，啊，总是。主要就是讲咱台语无叫华语复杂些啦，无讲华语无就无台语哦，其实咱台语足侪有迄个物件吼。OK， 今个新闻也是我网站遮哦，若有时间再去看。我要证明讲这圣经公的网站啦吼，内底无台语啦，吼，内底无台语啦。啊，搁者咱的网站，我明仔载开始要去架设吼，咱只讲有台语啦，无华语啦。无，咱会对照要读啦。小水也含话本咯，才会当对照要读。下啦，我只系开玩笑啦，咱会下地啦。我是感觉真抱歉，就是讲，其实迄个张立夫牧师要退休进前，伊本来有想要用这份吼，迄阵阮有伫华宝社校对，有30几个义工，其实吼有用，算讲用5教啦，就是讲每一个人看过吼，印出来可能伊感觉讲。因为电脑在选字的时候，开始是共音，就是选着汉字迄个意思发生这个问题，较侪安尼因为这个义工是拢算讲对地位是真熟，但是吼对圣经个背景，所以阮迄阵是无敢修改圣经真多事啦，只有就是讲感觉讲搁标点符号吼，根据迄个新的迄个中文圣经加标点符号，感觉讲安尼较清楚啦。但是后来算讲迄份吼，伫张牧师退休进前吼，无用，吼，无到对时煞讲无完成安尼吼，感觉是安尼。连段的安排，台中马里诺会啊，有大多嘢照片嘅，應該台中呢個應該有啦。依個台中攞咁應該有。那是第一部的台語。你若假說，等来跳来跳来，吓死。主要就是讲，咱有即个准备这咱的地下底内底有即个要请大家来加入这个会员吼，是愈济人愈好啦，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吼，来甲即个协会用好啦，吼。即个共同发起人内底拢有列出来啦，吼，列出来这共同发起人39个啦，吼，伊圣经内底足侪40减1个吼，华语的圣经拢甲分做39个啦，吼，保罗去哦，去哦，迄个什么，费牧师知影，保罗去哦罗马兵拍30个减1个啦，吼，40个减1个啦，华语的圣经哦，拢共分做39个啦，伊讲自动计算表示数学足够，其实是40有足大的意义啦吼，但是咱加上大印象长老是40个啦，吼，了是啊，找39个咧共同发起人，即个就是讲咱顶届的会有讲入会费1000块，照一般的行情啦吼，入会费1000块，迄个年费是1000啦吼，共同发起人免交自然当然的会员啦，所以免交迄入会费1000块啦，就清楚。按交年费的吼。你免啊，你交1000块。我以为毋是入会费免嘛，年费咁。对啦，年费也交嘞，你一年交一届啦，系。哦，即个咱目前是有开始招，但是就是讲，咱要是用共同发起人即几个做变，直加落安尼哦，咱到时爱报来正报啦。哦，来前报第一届的成立大会吼，咱就爱有迄个名册出来。哦，所以即个我想这就是等咱名册出来，大会进行，再个招即个筹备委员吼，伫顶届的开会一定有定落来啦吼。就是讲，即马目前还未开始，已经拢开始做项目，就是老小姐吼，咱的秘书，搁我啦吼，搁王成功先生，伊今仔日本来吼，伊迄个
迄个结婚的时阵，伫内底我叫出一个阿妈棍，阿妈转去吼，啊，其他结果袂当来啦吼。啊，我一个是啥，九连侠牧师啦吼，啊，大概即个。啊？萧清辉牧师。啊，对对，萧清辉牧师就基本哦，原则上就是伊是总头啦，吼，伊是迄个理事长嘛吼，啊，所以伊嘛原来是啦吼。啊，其实我，吼，啊，咱中部的人。你要来台南，我来共款，要台南共款啦。我想说，你嘛袂反对讲做台南，喂，用台南做中心啦。你请烦恼的讲要对去的，哦，啊，甲伊拢可能拢直接开的，所以你就免烦恼。你要走台北去开的，有影有较远啦。天做歹势啦，无，我一般无讲。我你有参加即届袂歹，迄话两届拢无参加吼。所以，咱就安尼哦，过来种第二个案例哦，咱。迄个内政部规定，医疗村咱去筹备了，爱开2届筹备会，今仔第2摆啊，所以咱完成这个工作。啊，煞咧，咱来决定讲咱的迄个大会，成立大会。所以成立大会，我甲迄个罗小长咧甲萧清辉牧师的想法，就讲希望下当咱成立大会了后，啊，开记者会。啊，顺续感恩礼拜，哦，啊，这本圣经正式的版本会伫咧进行出来，哦，咱新约副诗篇经言，哦，即马转来大家拢讨论提出意见，即个排版，所以来当你来看，字无早共色哦，就是讲汉字甲罗马字小可分开安尼，啊，正好有人建议石牧师伊提出这个意见，啊，伊今仔袂当来，所以我拜六我会去。甲拜下，咱甲看伊一年去做嘛，吼，下去出事吼。啊，所以即个了后，即个老小姐只是专程去上班嘛吼。啊，所以排版啦，决定了后，就开始咧排咧编了。啊，面顶拢有哦，咱上大的即个图吼，排标即个，你啊看，即页内底倒边即个，就是即页的上开始啦。啊，这边就是这页的上后边啦，这就是 Common English Bible 的排法。所以你看到这2个中间，就是拢是这页内底的。哦，原来这也是确实成真啦吼。我感觉讲咱有啊，简单咱来做啦。啊，过来就是顶年课会转来吼，过顶着牧师讲，咱汉字的人名吼，我讲读个音读到拢走去哦，啊，咱来甲改到转来原音啦吼。啊，所以后壁有一个附这个表吼。啊，我用去甲整理出来，就透过网络吼，啊有迄个原文的罗马字，啊有台语的汉字，原则上较无要改啦。除非讲伊足明显的依然，伊就无难，其实是依然啦吼。然后迄个音有几字啊，感觉讲大家较容易了解。哦，我伫迄个编序内底有写嘛，啊咱来甲尽量甲调原来音安尼。是沙漠尼，沙漠哦，足下个啊！问题咱甲读做念落时阵，啊，啥像啊甲原来原文的音差足济啦。即要改哦，感谢主就是讲，信用网内的网络面顶拢有法度处理这物件，哦，啊，这新约的部分，啊旧约甲以赛亚有2000几个人名地了吼。你讲一句话来，阮就不敢有啥。尤其这日文这个。因为目前为止日本人处理外来哦，啊袂解释，啊诚做有影，大家人爱读的圣经，我读有的圣经啦，这是咱的目标哦。啊，即摆即个顶年的世界台湾人基督教协会，迄个会长就是石牧师嘛。啊，顶年是咱长老教会办，啊伫园区嘛办啦吼。啊，伊有知影这个代志了，邀请讲我肖牧师甲迄个同我有去报告这个代志。哦，啊，即摆议长迄个罗成宇牧师就讲，我建议接纳，啊，就咱即个所有的伙伴来共同来推即个物件，讲足好个啦吼。啊，即个林鸿章牧师嘛有去嘛，伊嘛写书嘛吼，大家看卖啊咧，讲这虽然是无啥共款咯，但是是对个应该行的路，啊，咱有两咱来行就对啦。甲咱的台语诚做有一个主体性，所以咱的宗旨是讲要研究出版有主体性的台语啦。咱莫去互华语绑掉对哦，啊对，行甲讲发音哦，啊愈走愈远啦。
啊，咱要改安尼时，拢有甲结果啦吼。你看即摆现代中国日本人，你改无甲咱讲啊？你敢知影即摆迄个蜡结，蜡结即摆变做啥？雷结啊！啊，大家变做雷结啊！对，雷结啊，对啊。伊敢有甲咱讲伊要改无啊？伊就是安尼改个本地英文的就翻啊，这快无。我这应该是迄个 CUNP 以后所做的统一的改变啦。就是即个学校本新标点的学校本了后，所有联合圣经公会所有出的圣经，拢人名、地名、专有名词，拢有一个整理啦。所以这应该是照 CUNP 的完整的处理啦。就是吼，即个大家变做雷节吼，这是全世界的一个足奇怪的代志。因为咱这翻译的人是讲英语的人，哦，啊 RA 因袂晓读做 ra， 是读做 ray， 哦，啊是 Rachel， 哦，啊咱全世界是 Rahel， 哦，啊哪个是 Rahel， 啊因怎啊讲跟做挑英语讲 Rachel， 什么做 Rachel， 啊你若讲你若在讲到的是即世界顶的。谈恋爱时啊，讲 rage， 不会听。大家老是买 ra， 老人讲 rage。所以咱有一寡只新的物件，就是讲像迄个咧 Communist Bible 安尼有提出新的物件，大家来探讨啦。哦，啊，即摆讲长老教会要用教会内要用的圣经，也根据这来看要哪做适当的修改啦。哦，咱讲改耶稣啊，耶稣啊。哦，伊讲奉耶稣的名祈祷，啊，伊大家拢变做耶稣嘛，耶稣甲耶稣就无啥共尔。中文耶稣是 OK 啊，对啊，对啊。耶稣是原文的发音嘛，啊，咱即摆咱用迄个汉字，咱用到个太是耶稣，咱耶稣跟耶稣，所以讲即摆已经该做的工作，顶年确实感谢上帝啊，无统统无出版。我下咱咧一年会搁破费，搁较侪人来参与哦。我感觉这是上帝意思，就是讲咱会当作解。啊，这个中间大家发现随时会当甲我讲，哦，啊，我就是讲会当改的时阵，这个版本改后，啊无就是后摆。啊，以后网络面顶拢有，大家拢会当去读，哦，有这个各种版本啦吼。啊，罗印象顶落是感觉讲圣经公会已经有出全罗马字的，啊，甲全汉字的。啊，所以咱出汉字罗马鲁米版，汉字面顶有加音标的啦。哦，这嘛是足大的工程哦。啊，已经软体拢完成啊，所以有可能做这字啊出来。上好是莫改啦吼。像讲虽然咱不一定爱按照原文，因为原文本身咱是台湾人，咱莫管原文发音的问题安尼嘿。啊，所以迄个发音的问题，咱已经习惯啦。上好是莫改，因为你安尼改时，你佫等于几千年，还是几百年以前啊吼，人会足奇怪啦吼。像讲耶稣，人会一般讲你这信耶稣，无人讲你信耶稣，啊迄大概这种问题造成。对，咱专题咱规组来讨论哦。啊，咱今仔先甲这完成一下，哦，先完成一下哦。啊，即摆咱即个，我主要要讲遮就是讲，为着要伫成立大会的时阵，感恩礼拜，咱是搁献一份册啦吼。啊，明年是咱长老教会150周年，迄个建筑纪念嘛吼。啊，我已经有几啊总来讲了，吼，就是讲，咱趁即个机会来promote啦吼。哦，伊讲咱若要认定印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设教150周年纪念，这就爱周秘书安尼咱听闻去遐，啊因爱去送去总委会核准啦。啊，但是伊甲我讲，咱会使搁一个方式吼，就是讲专门台语圣经协会献予上帝、上主、上帝啦吼，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设教150周年纪念啦。所以咱的方面话会当安尼。啊，因的周秘书安尼，咱超前文牧师是委员嘛吼，为你讲倒来开会吧。啊，已经讲了啊，就是讲大家有认同这个物件，伫所有的150周年的活动内底，咱这个物件拢会当摕去present，会当去
报大家知影啦。我感觉是这足好的机会啦。哦，啊，这个新约伫这个希望9月底会当出，啊，咱若讲10月先会当来成立大会。哦，啊，过来旧约，我当建议差不多啊，该做拢做啊，吼。啊，说明年可能2月、3月，嘛有可能新旧约总出版，这汉罗夫礼拜吼，啊，就是配合总会150互较济人较看紧来知影，啊无你以后要破我，无遐简单。诶，10月18，安怎？拜六。啊，咱地点在哪？所以我伫想哦，其实，到台南。是哪礼拜播？礼拜高。无，因为你早起你爱先成立大会啊，啊你要做感恩礼拜啊。哦，是安尼哦。你要爱练落啊。因为你啦记者会时，一定爱早起9点以前，爱互你发新闻嘛。拜六，安尼就18嘛吼。诶，18安怎？我大家。我是问拜六吼，记者拢无爱确定话。哦，你若咱即款的，我想嘛是发文过互伊是那个会来啊，无几个啦。啊，你主要。对啊，咱最后到会啊，到。我说主要几步尔啦，所以拢无算好。诶，到会公布一下一寡大家有关的通知来。安尼就18嘛吼。安怎？大家感觉就18。魏老师，18你搬去美国未？啊，迄个蔡老师，你感觉拜六？我尽量配合。尽量哦，拜托个拜托尽量。尽量我就。我派到有移动尔，有时。无啦，就迄工拜六。啊，18嘛。啊，咱原则上定安尼啦吼。啊，我拜六会去找赵牧师，甲伊讨论看卖啊。吼。啊，希望就是讲以后伫台湾啊，拜托伊话联络吼，伊足关心的啦吼，足关心这个代志嘿。文宣吼，有需要人会使佫提点，会当佫提点的吼。啊，迄个表，你就是讲若方便，你就 copy 会较简单啦。因为这文宣这彩色的吼，咱统一较细、较细长，你遮要有啦吼。啊，地点可能到。因为台北人无人来，所以无人会发去到台南啦。啊，是要到台中？你有建议到台中？你无爱有基本人啊？啊？爱有基本一定出色的人来交紧，因为这个大会目的就是讲有30人爱签名，啊，才会当送信嘛呢。我想迄是咱已经送信好啊。好安尼吼。咱这是成立大会啊。咱已经会准啦。好安尼吼。成立大会是上吊，一定爱。我再来爱参加。伊讲已经咱30个啊。按照阮的经验是安尼嘿。啊。不管你都爱招新会员，对。所以你看大家参加招嘞吼。参一30名，然后送予伊。啊，你若啊无就到时就大家拍拼招台南的，较济咱就到台南。到台南，啊台南是人伊。少小班的人来。所以一寡咱会友啥会来啦。哦，啊，小我甲台北刺激的。讲我恁就歹，我意思就是讲先量早通知啦，量早互大家时间留落来啦，吼。啊，到时来讲我安怎的时阵，你就我无法度咯。啊，咱要设学生会员无？哇，赞！我讲咱设伫遮，其实吼，这学生咱就会当，比如讲这个。哦，你记落啊记啊，学生会加年费，咱就较俗，吼，比如讲。免入会费年费1年300啊200，对，这是真。哇，这足好诶，这是。咱遐就是讲，咱这学生会员，吼，等于讲基本上互伊意思啦，我是讲互伊100就好啦。哎，那嘛是使。各位读个100意思啦吼。啊，伊也免两会，但是迄叫做学生会员。伊等于讲因伫学习诶中间，对这圣经诶研究，吼，啊提供意见也是啥诶，我来滴。